近年加密貨幣喺全球興起，但係有缺點頗受關注，就係幣值唔太穩定，一切全憑市場供求決定。用戶喺交易過程中嘅買賣價格可能暴升暴跌，波動極大，加上交易速度較慢，雖然適合高風險投資同資產保存，但係難以直接作為付款媒介，應用到日常生活。為求改良，穩定幣應運而生。簡單嚟講，佢依然採用加密貨幣技術，並唔係由單一機構操控，屬於去中心化金融協議中嘅核心資產。更重要係通過同其他唔同貨幣掛鈎，達到維持價格穩健，可以講係傳統金融同加密市場之間嘅橋梁。假如進展順利，穩定幣未來將會廣泛應用喺支付、結算同避險三大層面。甚至有研究估計，2030年全球穩定幣嘅數量相當於3萬億美元，每年交易量大約有100萬億美元。有見及此，唔同地方嘅經濟體都要迎合呢一項大趨勢，推出自己嘅穩定幣系統。香港亦唔例外。事實上，金管局近月已實施穩定幣條例，並且進行過沙盒模擬，然後開始接受發牌申請。想領取牌照嘅公司可以披露計劃。雖然直到錄音呢一刻為止，目前仍處於多輪審核階段，仲未發出牌照。當局亦多次公開發文呼籲市場冷靜，唔想相關概念遭到過分投機。但我認為無論點樣冷靜都好，市場對穩定幣期望始終非常高，尤其係按照現有跡象，即將優先發行嘅會係港元穩定幣，涉及嘅區塊鏈規模非常大，有機會影響本地貨幣直接同美元掛鈎嘅聯繫匯率格局，某程度上係新突破，勢必顛覆傳統消費者同理財用戶。當然現時好多機構都只係申請之中，最終落戶香港應用會唔會水土不服，發行及日常使用量有幾多，暫時好難準確估算。而我最關心嘅事係大量唔同背景嘅金融公司嘗試參與穩定幣市場，開始積極活動，最終可唔可以幫助到本地寫字樓嘅租售需求情況？我認為症結所在就係金管局究竟想發出幾多個牌照，係2個定係3個，亦或者係發1個牌試水溫？因為據我了解，有意競逐牌照嘅唔少都係背景雄厚嘅財團、中資、港資到電信企業都有。單計有營運沙盒經驗嘅已經達到3間，越多獲批越有利於穩定幣迅速推廣。呢批申請者前期已經要搭建設備、增聘員工同電腦支援穩定幣入帳、結算同託管。到未來某一日，如果獲得發牌，就需要更多人手同寫字樓面。我預計佢哋嘅需求好大機會集中喺中環一帶嘅甲級商廈，就睇下寫字樓市場可唔可以捉緊今次貨幣改革嘅浪潮啦。嚟到最後，記得 follow及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